除咗好似以往一樣有網上訓練之外，我哋今年嘅耶穌愛灣區將會喺6月28號有一個叫全民皆兵嘅佈道行動，盼望我哋喺華人聚集多嘅地方，即係華埠嘅社區，去傳遞耶穌愛佢哋嘅信息。我哋期望能夠動員到更多唔同教會嘅弟兄姊妹一齊去參與，將神嘅福音同埋愛散播喺華人社區。可能對於我哋嚟講，去唐人埠係一件非常之唔方便同埋唔舒適嘅事情。但係如果今日神要用你嘅話，將福音帶入人群裏面，你願唔願意為神嘅緣故放棄同埋犧牲一啲嘅方便同埋舒適感，而去參與喺其中，一齊去擴展神嘅國度呢？點解要嚟呢一個嘅唐人埠傳福音呢？唐人埠咧係華人最集中嘅地方。喺呢度咧有好多嘅人咧，佢哋啱啱係上埠，佢哋以前都可能從未有機會聽過福音嘅，所以喺呢度咧傳福音係一個非常之具有戰略性意義嘅地方。呢度好多係老人家，但係我哋唔好睇小老人家，每一個嘅靈魂都係寶貴，而且呢啲老人家嘅背後咧有好多嘅仔女孫，呢個老人家嘅信主咧係會影響佢哋嘅家庭嘅。嗰時我都有啲抗拒啦。即係喺出邊嚟咗課堂，但係今次我真係勇敢咗嚟，我覺得好好啊，好開心，同呢一班真正傾偈啦，同佢哋傳福音咧，我覺得好有意義啦。一路以嚟咧，咁我自己覺得係呢方面有負擔嘅，真係唔好錯失，要把握呢個時機，唔好錯失呢個機會，因為只要你踏出呢一步，你可以係將神咁好嘅福音傳俾佢哋嘅。點解你哋唔嚟呢？聖經入面話要彼此相顧，激發愛心，勉勵行善。若果我身邊嘅弟兄姊妹驚傳福音嘅，我膽大啲嘅，咪陪佢一齊出去咯。如果你傳福音嘅技術係比較純熟啲嘅，你又可以幫我一齊。所以其實大家一齊去參加耶穌灣區嘅時候，就可以彼此激勵，亦都可以鼓勵對方。無形之中，其實就根本係幫助緊成個教會培養一個關心人靈魂、願意出去傳福音嘅整體嘅心智，同埋成個教會嘅屬靈氣氛。所以參加耶穌灣區唔係淨係你自己一個人嘅事，係關乎全個教會嘅事。希望你嘅教會都可以全民皆兵。睇下你班人。耶穌愛灣區。